中央航空空服人员判病，搁在上班，最后却不幸过往。中央航空今日公布这调查报告，讲这事部长应变无周知，未来研究即时解读组员进步机制，年底进前会调整这考绩制度。那这空服员职业工会是呼吁中央航空制度检讨，唔通拖，并对空服员的诉求，凭公关处理搁较重要。 中央航空空服员破病即勤返台就医了后回心，代志拖小几啊日了后，中央航空出面各种会议咧，上路启动精进措施。二是公布调查报告，首先肯定细孙空服员对职务负责，因为事务长当下应变不足，会强化机顶即时解读组员任务的机制，搁研究考评制度，增加空服员请病假的时间。 真正应该检讨的是什么样子的制度，什么样子的请假制度，造成这个空服员的压力，造成他结构性不敢请假的压力。这个问题并不是个案哦，全长荣航空的空服员都有面对一样的状况。对这份调查报告，工会强调，中央的空服员只要请假，都会面临多重的处罚，认为病假特休拢无应该放扣扣职。 发声中央唔通拖延结构性的制度检讨，为着确保职灾劳工甲家属得到应该有的补偿，劳动部表示，明年会推动职灾相关的法律权益协助方案。如果是重大职灾死亡这样的案件，劳动部也会跟法扶基金会来会商，朝向以不审查之力直接提供协助，也会协助职灾劳工家属代垫假扣押程序中的 担保提存费用2个礼拜就要提供一个减低的初判表给劳方，那这个劳方就可以用这个某个程度上就是让那个受害者可以知道说法律上初步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有帮助。劳动部强调，方案实施了后，会在职灾发生2礼拜内提供职灾初步分析表，由律师专程给因法律辅助。工商团体认为，这个方案对弱势职灾劳工确实有帮助，不过这只是后手的职灾补偿，上重要的是职灾预防。公视新闻采访报道。